中電基層家庭電費補助計劃，中電撥款5000萬港元，繼續推出關懷社區項目基層家庭電費補助計劃，向供電範圍內7萬個有需要家庭提供一筆過電費資助，以緩減有需要家庭嘅經濟負擔。惠及5萬個非劏房家庭，包括65歲或以上獨居、雙老長者、低收入家庭、殘疾人士，每戶派發600港元，以及向2萬個劏房住戶，每戶派發1000港元。申請資格：受惠人必須為持有香港身份證嘅香港永久性居民或者香港居民，及取得香港居民身份唔少過1年。受惠人須居於中電供電範圍內，包括新界、九龍以及離島，但離島地區唔包括南丫島。而本計劃包括以下4個類別：首先，65歲或以上獨居、雙老長者必須領取緊以下其中一項津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長者生活津貼。第二，低收入家庭必須領取緊以下其中一項津貼：在職家庭津貼或綜援或全額學校書簿津貼或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全免學費。另外，殘疾人士必須持有以下證明或者領取緊其中一項津貼：殘疾人士登記證或綜援嘅交通補助金或公共福利金計劃嘅傷殘津貼。最後，劏房住戶必須居住喺環境惡劣嘅分間樓宇單位，單位內冇提供獨立嘅中電電錶及受惠人冇持有中電電力賬戶，包括住宅或非住宅嘅電力賬戶。符合65歲或以上獨居雙老長者、低收入家庭以及殘疾人士類別資格嘅，申請時須帶齊： 1. 受惠人嘅香港身份證； 2. 電費單副本、紙本或電子賬單都必須有完整嘅註冊客戶姓名、居住地址同中電編賬號碼。 3. 有效嘅相關證明文件及編號。符合劏房類別資格嘅申請時須帶齊： 1. 受惠人嘅香港身份證； 2. 居住地址證明，例如租單； 3. 個人港元儲蓄銀行賬戶資料副本，包括銀行存摺首頁或月結單，必須清晰以及完整顯示賬戶持有人嘅姓名、賬戶號碼同埋銀行名稱。申請方法：申請必須透過參與本計劃嘅社福機構、社區夥伴，包括立法會議員或區議員提名。申請必須透過計劃網上平台提交，再由中電審核。成功申請嘅受惠人將於12月底或之前收到相關資助。65歲或以上獨居雙老長者、低收入家庭以及殘疾人士類別，將會透過電力賬戶收取600港元嘅資助。劏房住戶類別會透過銀行戶口收取1000港元嘅資助。名額有限，請先向參與本計劃嘅社福機構及社區夥伴查詢及預約。想了解更多，請瀏覽中電網頁。